參加咗呢個課程之後，我學識咗泡茶嘅禮儀同埋技巧，仲認識咗陸羽茶經、古洋茶師同埋古人飲茶嘅文化，更加學識品茶、泡茶同埋茶具嘅擺位，令我更加了解中國茶學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咁呢個茶嘅課程啦，令我哋學識咗好多茶嘅知識啦。咁啦，我覺得有即係之前有幾堂咧係關於茶嘅歷史，咁樣我覺得好好玩啦，又有卡通睇，咁樣好容易記入腦啦，同埋我覺得上幾堂咧就係可以老師俾我哋即係輪流泡茶啦，咁樣我哋唔單止可以練自己嘅技術泡茶技術啦，仲可以試下其他人嘅即係泡嘅茶。